基督徒喺人生入面活出神嘅道路，由 J. Vernon McGee 博士著作，經由認識聖經廣播電台網絡發行並出版。書中所引用嘅聖經經文全部出自新斯科菲爾德參考聖經。呢本著作喺1988年首次發行，並有英文精裝版，版權屬認識聖經廣播電台網絡2006年所有。因為隨從肉體嘅人，心入面只係掛住肉體嘅事；隨從聖靈嘅人，就掛住聖靈嘅事。羅馬書8章5節。當耶穌基督拯救你之後，佢賜咗一個新嘅性情俾你。喺耶穌基督裏面，你已經係一個新造嘅人。但係有時你未必會感覺到係咁樣。你以前嗰個舊性情，好似仲係支配緊你，甚至掌控住你，令你身不由己。你重生嘅新性情好想為神而活，但係你舊有嘅性情就總係好似喺後面拉住你咁。佢總係唔願意侍奉神，唔願意禱告，亦都唔願意敬拜神。你嗰個舊嘅自我，只係想要返以前想要嘅嘢，即係淨係顧住滿足自己嘅慾望。呢樣嘢好大程度係一個當頭棒喝，話俾我哋知，作為信徒，你係冇辦法善靠你新造嘅性情去生活。齋講話想為神而活，係唔會帶來任何改變嘅。你同神嘅關係，亦都唔係好似一套砌模型咁，可以自己組裝出嚟。你需要嘅係耶穌本人。你需要將你得到嘅新生命完全交託俾聖靈，並且將自己獻喺主面前，俾主去成就嗰啲你自己做唔到嘅事。一代又一代嘅聖徒一直都唔明白呢一點。習慣咗接受失敗係信徒人生嘅一部分，佢哋滿足於呢種低迷、失意、頹喪嘅人生。但係神從來都唔係要我哋用呢種態度去行屬天嘅路。使徒保羅喺羅馬書第7同第8章入面寫得非常之個人化，佢記錄咗當時佢內心入面試圖順住重生之後嗰個新人嘅性情，去為神而活嗰種掙扎。佢發現到自己根本係做唔到嘅。總括嚟講，佢道出咗佢內心嘅感受。我唔明白我自己做緊乜，我所做嘅反而令我更加困惑，更加迷惘。我唔去做嗰啲我想做嘅事，反而做咗啲我好討厭嘅事。我嗰種作惡嘅本能，總係寧願順應我人本性情慾嘅意念，仲要寧願沉迷去跟隨世俗。參閱羅馬書7章15節。呢幅畫好淋漓盡致咁描繪咗我哋內心舊有嘅性情，同埋新生性情之間嘅持續對抗。你會唔會身同感受呢？你有冇試過覺得好慚愧，好憎自己做過嘅事，甚至乎喺內心呼喊：神啊，我真係對唔住你。每一個屬神嘅兒女，或多或少都有過呢種經歷。使徒保羅就同我哋分享過佢自己嘅經歷。佢起初係一個好自豪於精通摩西律法嘅法利賽人，自欺咁以為靠住規條就可以喺神面前無愧。但係定人罪嘅舊約律法，反而只係令保羅覺得更加罪疚同慚愧。後來，保羅喺去大馬士革嘅路上見到耶穌基督，呢位曾經好自豪嘅法利賽人，就喺嗰度信咗基督做救主。不過，保羅當時仲係覺得靠自己就可以過到基督徒嘅生活，佢嗰種新生命嘅本性話：我而家要為神而活。但結果佢反而覺得好痛苦、好迷失。後來去到嗰段日子，當保羅覺得自己失敗，咩都做唔到嘅時候，先至發現原來係基督得勝，而且能夠成就一切。保羅終於意會到，最重要係自己肯唔肯信服主，並且俾聖靈喺佢生命入面活出基督徒嘅人生。呢個就係我哋喺羅馬書第8章要學習嘅事，基督徒點樣喺人生入面活出神嘅道路。我哋將會明白一個屬於我哋嘅極大拯救。就算你而家覺得灰心喪志，呢度都有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得到嘅幫助。耶穌基督福音嘅目的係要將人類從枷鎖之中帶出來，去到得救嘅地步，並且令所有願意為神而活嘅人活得充實又有力量。羅馬書第8章係一章極之超凡嘅經文，
佢以就冇定罪為開頭，以冇嘢可以隔絕為結尾，而中間就以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作為核心。呢個就係佢嘅開頭。如今嗰啲喺基督耶穌裏嘅唔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嘅人就唔再被定罪啦。羅馬書8章1節當中所提到嘅唔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嘅人呢段，其實並唔係喺最早期最權威嘅聖經手稿入面。原本英文嘅英皇欽定本 KJV 係取材自當時公認最好嘅手稿，但自公元1611年之後，陸續發現咗一啲更早期嘅聖經手稿，學術界認為呢啲手稿比起之前嘅版本更加準確。好犀利嘅係，雖然係咁，後期嘅聖經手稿同更早期嘅聖經其實分別好微細，而呢度所講嘅就正正係呢種微細差別嘅例子。咁你就會好奇怪咁問，點解聖經最早期嘅手抄本入面會有呢啲多出嚟嘅句子呢？講真，你要知道喺1453年古騰堡發明印刷術之前，聖經係好難得嘅。你唔可以好似而家手上拎住本聖經咁，隨隨便便就買得到。嗰陣時啲聖經全部都係手抄本，做法通常係有一位抄經士大聲讀出原稿，圍住佢嘅其他抄經士就喺卷軸上面抄低佢讀出嚟嘅字。至於羅馬書第8章呢度，好大可能係嗰位負責讀原稿嘅抄經士，因為讀得太耐好攰，一時唔留神跳咗行，一直讀到第4節先發現自己跳咗。而且好大可能係文士喺後期複核嗰陣，以為呢第一節實在太過奧妙，所以睇咗幾次之後就話，表面睇嚟呢啲唔似係真嘅，於是就將第4節加喺第1節後面。但係各位，嗰段字句根本唔屬於第1節。使徒保羅冇再用其他嘢，而係將極大嘅真理擺喺開頭嗰句。如今嗰啲喺基督耶穌裏嘅就唔定罪啦。就係喺呢度，馬丁路德發現到一處可以總結神話語嘅地方，正正係透過閱讀同研讀呢卷羅馬書，令馬丁路德明白到，絕對冇任何宗教儀式，絕對冇任何教會組織，亦都冇任何佢自己可以做到嘅行為，係可以將佢帶到去神嗰度。根據當時準確嘅歷史記載，馬丁路德喺由羅馬去桑塔斯卡拉嘅路上，沿途確實試過晒所有佢認為可以令神接納佢嘅方法。就喺佢旅途中，佢讀到呢句震撼嘅經文：義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章17節，得到永生並唔係因為我哋做咗咩善行，而係照他嘅憐憫，藉着重生嘅洗同聖靈嘅更新。提多書3章5節。所以羅馬書開宗明義嘅宣言就係，如今嗰啲喺基督耶穌裏面嘅人就唔再被定罪啦。呢度就係講緊咩叫做拯救。拯救係指得救嘅人係喺基督裏面，而唔係指一個人參加咗教會或者做咗咩好事而得救。拯救係指嗰個人已經喺基督裏面啦。呢2000幾年嚟，神學家不斷用各式各樣嘅名詞去形容救恩。呢啲成日用嘅名詞包括挽回、悔改、代贖、贖罪、救贖、稱義。但有趣嘅係，聖經入面亦都有一個最簡單嘅字眼嚟形容救恩，就係呢個細細嘅介詞在裏。咩叫做拯救？就係指嗰個人係喺基督耶穌裏面。呢個就係得救嘅人被稱為義人。不如我哋睇下因信稱義呢句說話到底係咩意思？好啦，首先呢句說話包含咗一個負面嘅觀點，即係話你同我都係罪人，結局只有落地獄。你可能會話，喂，你呢個傳道人唔好講到咁難聽得唔得啊？哦，唔係啊，朋友，唔係我咁樣話你啊，係神咁樣話你咋。神佢話，因為世人都犯咗罪，虧缺咗神嘅榮耀。羅馬書3章23節。你又會話，好啦，你唔好將我同嗰啲打劫嘅、酗酒嘅、殺人犯相提並論，唔係嘅，或者你唔係嗰類人。佢哋嗰類毫無疑問係叫罪人啦。當然，因為呢啲事不關己，
我哋好容易就輕率下定論，係咪？但你始終都係一個虧缺咗神榮耀嘅罪人，雖然可能未至於虧缺到好似嗰班友咁嚴重，但歸根究底，你本身已經係虧缺咗神榮耀嘅人。等我示範一次俾你睇。假設你同我講，我哋嚟比賽啦，試下睇邊個可以由洛杉磯市中心一步跳到去聖費爾南多谷。我好鍾意跳遠比賽，所以就應承咗。跟住你又話，睇下，我覺得你呢位仁兄係唔可能一步跳到咁遠嘅，不如叫埋其他人一齊玩啦。於是就有好多人嚟參賽，我就起勢咁衝再跳出去，但老實講，咁樣跳得唔係好遠，連你都話，睇嚟我都係跳得遠過你少少，可能真係咁。所有參賽者都跳咗，但始終冇人跳得到去聖費爾南多谷，次次都係爭少少去唔到。你或者比起其他人係優秀，但無論你點樣超卓都好，你依然遠遠未達到神嗰種完全嘅榮耀。你以為自己有咩可取之處，其實一樣都唔能夠令你被完全嘅神接納。喺聖潔完全嘅神眼中，你同所有比唔上你嘅人一樣，都係失喪嘅罪人。所以，當你同我去到神面前，我哋根本冇嘢可以貢獻俾神，亦都唔係因為我哋自己所行嘅義。我哋係兩手空空咁去，好似一個一無所有嘅罪人咁，去信基督係能夠拯救自己嘅救主。原來因信稱義背後仲有一層更正面嘅意思。神唔單止洗淨咗我哋嘅罪，亦唔係淨係為咗我哋嘅罪令耶穌受刑罰咁簡單，佢仲做咗另一樣嘢，就係將我哋帶入在基督裏。從此之後，神係用在基督裏呢個身份嚟睇我哋。朋友，你唔係喺基督裏完全得救，就係喺基督以外完全失落。你一係就100%喺基督入面，一係就100%喺基督出面。如果你係喺基督裏，神就會透過基督嚟睇你，神會當你就好似基督一樣咁去接納你。其實你喺天上有基督一樣嘅權益，定係你喺天上一啲權益都冇，根本都唔係取決於你或者我本身有幾多斤兩。我哋係喺基督入面被接納嘅，正如使徒保羅寫俾以弗所教會嘅信入面話齋，呢份恩典係喺愛子入面賜俾我哋嘅。朋友，去到今日，你都揾唔到有咩比呢種救恩更寶貴。一個可憐又失喪嘅罪人，喺佢信基督嗰一刻開始，佢得救嘅確據，就算過咗幾千萬年，都依然係咁穩陣，一啲都唔會減弱。聖經羅馬書由開頭開始已經涵蓋咗呢個極大嘅真理，而嚟到第8章就係要對之前提過嘅內容作一個回顧同總結。如今嗰啲喺基督耶穌裏嘅人就唔再被定罪啦。好明顯睇得出，嗰啲喺基督耶穌裏嘅罪人唔會再因為罪而被審判。如果你係喺基督耶穌裏面，神係透過他嚟睇你，而且神係因為基督而接納我哋。基督嘅義成為咗我哋喺神面前嘅義，而呢樣嘢係你同我都冇嘅。呢個就係令馬丁路德震撼嘅偉大真理，亦即係因信稱義呢個好重要嘅真理。更加係呢個真理令中世紀嘅歐洲擺脫咗黑暗嘅枷鎖。黑暗嘅中世紀時代就好似潮水咁，一下子退去，而耶穌基督榮耀福音嘅真光就照亮咗成個歐洲大陸。究竟點樣喺神面前成為一個義人，一直困擾住好多人，連保羅都唔例外。但係當保羅遇見基督之後，佢將佢嘅發現話俾腓立比教會知，並且得以喺佢入面，唔係有自己因律法而得嘅義，而係有信基督嘅義，就係因信神而嚟嘅義。腓立比書3章9節，呢份係神賜俾所有憑信而嚟嘅人嘅義。朋友，呢份神嘅義，你同我都係而家就可以攞到，唔使再等。如果你今日已經接受咗基督，亦都喺基督裏面，咁你就唔會再被神定罪。使徒保羅亦都以佢親身經歷去講呢個真理，因為佢曾經都係一個徹底失敗過嘅基督徒。喺羅馬書第7章，佢話我哋知佢嗰段經歷，佢喺好多事上面都跌跌撞撞，挫折連連。
喺嗰段過程入面，佢係咁樣話我哋知呢個道理，因為賜生命聖靈嘅律喺基督耶穌入面釋放咗我，令我脫離咗罪同死嘅律。羅馬書8章2節，佢喺呢度第一次喺羅馬書入面講到聖靈。我哋之前喺羅馬書第5章讀到，保羅提過因信稱義所帶嚟嘅8樣美好結果，其中一樣就係神賜聖靈俾信徒。但係喺嗰度，佢仲未提到聖靈嘅作為，而係要等到第8章先至講得好清楚。你睇下，呢個就係因為保羅喺第7章講到，佢發現原來就算自己信咗耶穌之後，都係冇辦法善靠自己去活出基督徒嘅人生。唔少信徒，包括我哋自己，都係經歷過呢種沉重嘅打擊，先至發現呢種困境。呢樣亦都係我作為作者嘅親身經歷。我以為信咗耶穌之後就可以從此昂首闊步，點知一開始就跌到一負一碌。我從來未試過好似信主之後咁失意。好少有其他信徒會話我聽，話我根本活唔出基督徒應有嘅樣。事實上，佢哋大部分人只係會拍下我膊頭，鼓勵我話我一定得。但我自己反而發覺，原來我根本就做唔到。基督徒嘅人生其實係聖靈喺度運行作工，要喺基督徒身上產生出基督所想要嘅嘢，以及基督嘅生命。聖靈所有運行嘅果效，絕對同肉體嘅事無半點關係。肉體嘅事係毫無益處，亦都唔關基督徒人生事。基督徒嘅人生本身就係聖靈運行嘅工作。人舊有嘅本性並唔係良善嘅，呢樣嘢係保羅發現到嘅。佢話，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即係我嗰個老舊本性，就係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羅馬書7章18節。仲有，佢甚至發現佢嗰個喺基督耶穌裏面重生嘅本性，原來係冇力量嘅。喺第7章第24節，佢咁樣絕望地帶，我真係苦啊！邊個可以救我脫離呢個必死嘅身體呢？換句話講，即係話，我發現我竟然做唔到我心入面想做嘅嘢。我已經係一個重生咗嘅基督徒，亦都好想為神而活，但我竟然係無能為力。就係咁，神確實係咁樣講。神話你係做唔到嘅。使徒保羅發現呢樣嘢係真嘅，而我覺得每個信徒都一定會發現呢樣嘢係真嘅。最理想嘅做法就係乾脆承認同睇清呢個事實，而唔係嘗試去訂立嗰啲所謂嘅目標。無論係你想點樣，定係我想點樣，其實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係聖靈想要，基督想要我哋過點樣嘅人生。呢個就係基督徒嘅人生，並唔係話你或者我為自己訂立啲咩所謂崇高目標。使徒保羅喺羅馬書第8章繼續解釋原因，律法因為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嘅，神就差遣自己嘅兒子，成為最新嘅形狀，作咗贖罪祭，喺肉體中定咗罪案，使律法嘅義成就在我哋呢啲唔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嘅人身上。羅馬書8章3至4節，聖靈再次被提及。喺呢度之前，羅馬書頭7章入面，聖靈只係出現過一次，但係去到第8章，竟然足足提咗19次咁多。好明顯，使徒保羅係想極力強調聖靈本身。請留意保羅係點樣講嘅，律法做唔到嘅嘢，係因為人肉體私欲嘅軟弱無力。我好希望你睇得出呢當中深奧嘅真理。問題本身唔係喺舊時嘅摩西律法度。當聖經話我哋已經唔係喺律法之下，呢個並唔係話律法本身有咩唔好。律法本來係好嘅，律法本身係神聖嘅，但你睇得出規條係救唔到你嘅，亦都提升唔到你嘅人生。神差聖靈落嚟，正正就係要成就呢樣嘢。聖靈喺你入面，要提升你，令你可以為神而活。呢個就係神透過呢段經文想話俾我哋聽嘅。律法做唔到，係因為人本身受制於肉體嘅軟弱。但而家有一個新嘅方法，新嘅處方，就係靠住聖靈嘅法則。因為隨從肉體嘅人體貼肉體嘅事，隨從聖靈嘅人體貼聖靈嘅事。羅馬書8章5節。
體貼呢個詞係指順從。嗰啲隨住肉體生活嘅人，就會順從肉體所喜愛嘅事，但嗰啲隨住聖靈意思生活嘅人，就會順從聖靈嘅事。體貼肉體嘅就係死，體貼聖靈嘅先係生命同平安。原來體貼肉體嘅就係同神為仇，因為唔信服神嘅律法，亦都冇辦法信服。羅馬書8章6至7節，體貼肉體嘅就係同神為仇，即係話人喺佢本身與生俱來屬血氣嘅狀態下，就係同神敵對嘅。嗰個從前帶住嘅舊性情，老係要同神對着幹。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咁嘅經歷，好可能你而家處於一個非常安舒嘅現狀，但神偏偏要差你去為佢做啲嘢。呢個正正係人面對肉體軟弱冇力嘅關頭，係咪？如果你想做，你自然會去做，但係你嘅肉體本性會令你感覺到自己根本唔想喐。而家我有呢種性情，你都有呢種性情，所有重生咗嘅神兒女依然會有呢種性情。但如果你繼續靠呢個舊有嘅性情去生活，你所有做出來嘅只不過係一啲終歸要滅亡嘅作為。無論你做幾多呢啲會滅亡嘅行為，喺神眼中都係唔算數嘅。如果初心係出於你嗰種舊有嘅本性，你係冇辦法為神而活。你同我入面嗰種原本體貼肉體嘅意念，係同神完全作對嘅。唔知閣下有冇聽過呢？好多年以前有一首聖詩叫《萬福源頭》，入面有句歌詞係咁寫：我深知道心意放蕩，遠離父家務虛華。呢個係咪你個人嘅經歷呢？你有冇試過咁樣嘅感受？不過或者有人會唔認同，話呢啲點會係我做神兒女嘅經歷啊？我要將呢句歌詞改寫成咁先得。於是呢句詞就改咗做：我深知道心要敬愛，心願是我所愛主。咁呢個又係咪你個人嘅經歷呢？到底邊一個先係啱？其實係咁嘅，朋友，兩種經歷都係啱嘅。每一個重生做神兒女嘅人都會誠實咁承認，我深知道心意放蕩，遠離父家務虛華。但係喺某啲時候，我哋都為嗰啲時刻感謝神。當神嘅兒女信服聖靈而活，就會變成我深知道心要敬愛，心願是我所愛主。由此可見，你係有兩樣性情嘅。體貼肉體嘅就係死，體貼聖靈嘅先至係生命同平安。有趣嘅係，體貼肉體嘅意念係唔會信服神嘅律法，亦都係冇可能信服到。唔單止我哋舊有嘅性情本質上就係同神為敵，而且佢永遠都係咁樣同神作對。佢本身唔會受神嘅律法約束，亦都永遠唔會受約束。神從來都冇諗過要拯救人類舊有嘅本性，佢係完全冇打算要拯救我哋嗰種舊性情。首先要聲明，大家千祈唔好誤會我講緊嘅舊性情係咩？呢樣嘢係所有人都有嘅，係與生俱來，而且你會好驚訝佢係幾咁有限。我唔知你係點樣嘅，但我知道當我出世嗰陣，我天生就係一個幾咁無知嘅家伙。我唔識分青紅皂白，亦都唔識咩禮義廉恥。如果你要大講特講人本身係幾咁分昧無光，咁可以肯定嘅一點，就係我哋啱啱出世嗰陣。我最近睇到一本科學書嘅引言，入面提到人類係所有生物入面唯一喺出世嗰陣係完全無能為力嘅。除咗呢樣嘢之外，我哋就咩都唔識做，淨係識哇哇大喊。呢樣係我哋唯一唔使教都識得做嘅事。至於其他嘢，我哋全部都要受過教導先識得做。呢個就係人嗰種舊有性情嘅樣啦。我哋出世嗰陣原本係乜都唔識，係咪？我哋都要受過教育先識得點樣做人處事。我哋需要有人教點樣先算係人口，點樣去關心人，仲有點樣同人相處先係互相尊重。我仲記得細個嗰陣，阿媽成日都好努力咁教我做人要有禮貌。講真，嗰陣我仲差啲以為自己點學都學唔識啲禮貌。原來呢啲嘢都係要學嘅，根本就唔係與生俱來。
我哋世人與生俱來嗰種舊有性格，本來係反抗緊神嘅。佢係對神褻瀆同侮慢，甚至會背道而馳，話咁快就會將神拋諸腦後。我而家有嘅就係呢種性格，如果唔係因為有神超凡嘅恩典，我唔使幾分鐘就已經遺棄咗神。但係請唔使為我擔心，我發現神嘅恩典係足夠有餘。不過我有嗰種舊本性，你亦都有。我哋最好唔好忽視呢件事，而係要認真咁意識到佢嘅存在。而家神並冇打算去挽救世人舊有嘅本性。神話人嘅血氣都要去到盡頭，但喺人嘅氣息未盡之前，我哋世人依然仲有嗰種舊有嘅本性。神係冇計劃去恢復人屬血氣嘅老舊本性。呢個就係點解神要賜我哋新生命嘅性情，一種會信服神嘅性情。呢種新造性情其中一個特質就係能夠信服神，但呢樣嘢需要有力量先做到，一定要靠聖靈先至行得通。所以保羅先會咁講，而且屬肉體嘅人係冇辦法令神喜悅嘅。羅馬書8章8節。我唔知你做過幾多好事，即係你身邊嘅人覺得係好事嗰啲，但無論你做過乜都好，如果唔係出於聖靈本身，係唔會得到神嘅喜悅。你聽日好可能就會喺你市內嘅總商會攞到個優秀獎牌，大家都稱呼你係社區最傑出嘅人士，又話你樂善好施，係個好鄰居，甚至係社區嘅典範。有人仲留意到你係某間教會嘅會友，令大家對呢類模範基督徒有好深刻嘅印象。不過，朋友，如果你人生所做嘅一切係源於肉體血氣，而唔係聖靈所結嘅果子，咁樣係一樣都唔會得到神嘅喜悅。你睇得出，作為信徒，你嘅人生就係要俾神嘅靈喺你生命入面作工。所以，你同我都冇咩好自誇，因為如果你有咩善行，全部都係來自神嘅靈，呢啲善行並唔係出自你自己。如果係出於自己嘅意思去做，弟兄們，呢啲根本就毫無價值。如果神嘅靈住喺你哋心入面，你哋就唔係屬肉體，而係屬聖靈啦。人如果冇基督嘅靈，就唔係屬基督嘅。羅馬書8章9節。信徒可能會咁樣回應，我諗我仲未有聖靈降臨。我嘅朋友，如果你已經信咗基督係你嘅救主，你其實已經有咗聖靈啦。不過，你可能又會補充話，我好似從來冇呢種感覺。問題就喺呢度，你知唔知你有冇聖靈，並唔係取決於你嘅感覺。你有冇聖靈，存在於神嘅話語話你有。喺羅馬書第5章提到，我哋既然因信稱義，就得到賜俾我哋嘅聖靈住喺我哋心入面。呢個就係證明我哋真係神兒女嘅記號。基督若果喺你哋心入面，身體就因為罪而死，心靈卻因為義而活。羅馬書8章10節。留意呢度話身體因為罪而死。有人可能會問，身體係幾時死嘅呢？可以咁講，嗰個時刻就係2000幾年前，基督為世人嘅罪死嗰陣。然而，叫耶穌由死裏面復活嗰位嘅靈，如果住喺你哋心入面，嗰位叫基督耶穌由死裏面復活嘅，亦都會藉住住喺你哋心入面嘅聖靈，令你哋必死嘅身體又再活過嚟。羅馬書8章11節。當你相信同接受基督做你個人救主嗰陣，聖靈就已經賜咗俾你。聖靈即係三位一體神其中一位，會嚟到你嘅生命入面，並且住喺你心入面。或者有人會咁講，咁樣神對我也太過便宜啦啩？冇錯，我哋絕對係唔配得到神嘅厚賜。神喺羅馬書用咗頭3章咁長嘅篇幅去講明我哋喺神面前係幾咁唔配。神並唔係因為我哋配得，先至賜俾我哋聖靈，佢賜呢樣嘢俾我哋，純粹係因為佢嘅厚恩。佢並唔係走入你嘅社區，然後話我係嚟睇下邊個係呢度最出類拔萃嘅人，值得我嘅靈住喺佢哋入面。神根本唔係咁樣。喺我睇嚟，神所做嘅啱啱相反，佢係嚟睇下邊個係嗰啲知道自己係罪大惡極，願意信耶穌基督嘅人。當一個人咁樣信，神嘅靈就會入住喺嗰個人心入面，
令佢活過嚟。經文跟住喺第12同13節話俾我哋知，弟兄們，咁樣睇嚟，我哋並唔係欠肉體嘅債去順從肉體嚟生活。你哋如果順從肉體生活，就一定要死。屬血氣嘅人會聲稱佢咁做係為咗滿足自己肉體嘅本性，為咗咁，佢會將自己嘅欺騙或者缺德行為合理化，話係為咗自己嘅個人需要同權益等等。但係神話我哋信徒已經唔再欠肉體嘅債。我嘅朋友，屬肉體嘅血氣呢樣嘢我哋人人都有，就係我哋嗰個下流無恥嘅自我，但我哋已經唔再欠佢任何嘢啦。若果你靠住聖靈去治死身體嘅惡行，就必定會活着。羅馬書8章13節，你將會係為咗做神嘅兒女而活。使徒保羅喺度唔係講緊救贖，佢係講緊基督徒嘅人生。我哋如果隨從聖靈而行，意思即係話，若果我哋俾聖靈將自己屬肉體嘅行為置諸死地，我哋活出嚟嘅就會係神兒女嘅樣。我開始好厭煩聽到好多人提議要自己將嗰個屬肉體嘅自我釘喺十字架上。我首先問你，你點樣可以自己釘自己喺十字架上？每一次我嘗試咁樣去對付自我，個自我反而仲活生生咁企返起身。我曾經試過自己去解決佢，但係完全冇用。我嘅朋友，咁樣根本行唔通。其實要被處死嘅係屬於肉體嘅行為同埋人。意思即係話，我哋要將心入面嗰啲肉體意念同行為交俾聖靈去定罪同埋處決。我哋而家嚟睇下呢段精彩絕倫嘅經文，因為凡係被神嘅靈引導嘅，都係神嘅仔。羅馬書8章14節，如果你願意俾聖靈去引導你嘅人生，你即係神嘅仔女。主耶穌都曾經同我哋描述過呢個畫面，我嘅羊聽我嘅聲音，我亦都識佢哋，佢哋亦都跟隨我。約翰福音10章27節，所以你睇，佢會引領嗰啲屬於佢嘅人。呢個係第1世紀牧羊人牧羊嘅情景。可能唔同嘅牧羊人喺入夜之前，會將自己嘅羊群放喺同一個羊欄入面。到咗清晨，所有羊群就撈埋一齊。跟住會有個牧羊人行上小山崗，呼喚自己嘅羊，認得呢個牧羊人叫聲嘅羊，就會走出嚟跟隨佢。而羅馬書8章14節，正正就係講緊主所講嘅呢番話。朋友，話你知，呢個係一個真實嘅試驗。你係咪順從緊聖靈嘅帶領呢？有時啲羊會走失，但每一隻羊都認得邊個係自己嘅牧人。羊係唔會認錯，跟咗唔係自己牧人嘅人，因為凡被神嘅靈引導嘅，都係神嘅仔。你們所受嘅唔係奴僕嘅心，令你們再害怕；你們所受嘅係領養作仔女嘅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羅馬書8點15分，阿爸呢個詞係直接由亞蘭文音譯過嚟，並冇經過翻譯。我好高興譯者當初決定咁樣去譯呢個原文，因為呢個詞聽落好親切，亦都係一個好私人嘅稱呼。譯者覺得如果照字面咁譯，反而會令歌詞變得風馬牛不相及，甚至乎係褻瀆咗原意。你諗下，住喺我哋入面嘅聖靈帶領我哋呼叫父神。而佢用嘅詞就係阿爸，意思即係我嘅父親。我嘅朋友，話你知，其實係住喺信徒入面嘅聖靈，喺我哋遇到困難嗰陣，去呼喊喺天上面嘅父神。當你喺度掙扎，眼前一片黑暗，又或者被人誤解，甚至連你啲好朋友都反轉頭反對你嘅時候，正正就係呢啲時刻，聖靈會喺我哋心入面見證，話俾我哋知我哋確實係神嘅仔女。聖靈會呼喊阿爸父。諗下中世紀蘇格蘭宗教改革嘅先驅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 真係㗎，咁一個單薄嘅人，竟然要對抗無數咁多信仰上嘅異端邪說。佢就係嗰個講過同神有份嘅人，就係喺大多數嗰邊嘅人。佢到底係點樣去抵擋咁多神嘅仇敵呢？可以咁講，係因為聖靈喺佢心入面同佢見證，話俾佢知佢係神嘅兒子。
喺歐洲大陸信仰黑暗嘅時代，約翰、諾克斯、馬丁路德同埋其他回轉真道嘅人，都係嗰段日子呼求父神。你有冇試過呢種經歷？有一位好虔誠嘅信徒，同時亦係一位好出色嘅人物，有一次同我講佢一段好掙扎嘅經歷。事後我同佢講，我真係睇唔出你係點樣捱得過嚟。佢就回答話，好似當所有嘢都壓晒落我身上，當所有事都壞到不得了嘅時候，我心底入面只可以喺嗰種黑暗入面呼求神。從來未試過有任何一個時刻，我感覺到神係離我咁近。呢個就係作為神兒女嘅真正記號。呢樣嘢係幾咁奇妙啊！或者你未試過經歷呢啲考驗，但有時神會容許各種試煉喺我哋人生中發生，係為咗要我哋由信靠人轉向去信靠神，帶領我哋去仰望同呼求天上嘅父神。哦，我嘅父啊，我最親嘅父啊，佢係一直留意住你，睇住你，知道你，亦都係最明白你嘅一位。經文隨即話我哋知，既然係兒女，就係後嗣，即係神嘅後嗣，同基督一同作後嗣。如果我哋同佢一同受苦，將來亦必同佢一同得榮耀。羅馬書8章17節。或者會有信徒喺呢個時候產生呢種錯覺，佢哋可能會話，真係㗎，如果我哋呢啲被稱為神兒女嘅人，心入面真係有聖靈居住，咁我哋咪可以隨心所欲去做任何事咯？唔係㗎，我嘅朋友，呢樣嘢依然係做唔到嘅。你而家呢個肉身依然係脆弱不堪，我哋呢個必死嘅身體真係好有限。有唔少得蒙神眾生拯救嘅兒女，都因為身體嘅障礙而被迫退居一旁，而且神亦冇旨意要佢哋痊癒。請大家聽聽以下嘅經文。我諗而家嘅苦楚，比起將來要顯喺我哋身上嘅榮耀，根本就唔算得係咩。羅馬書8章18節。終有一日，你同我都會回望過去，睇返呢一幕又一幕喺地上掙扎困苦嘅經歷，同埋嗰啲艱辛嘅路。我只係知道有好多我嘅弟兄姊妹受過嘅苦，我根本完全唔了解。或者你曾經受過烈火嘅煎熬，但係朋友啊，當你再回首往事，我相信你會同我講，呢啲火嘅煎熬，比起佢為我預備嘅永恆，根本算唔得啲咩。如果當時我少啲向主投訴埋怨，就更好啦。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嘅宗旨顯出嚟。羅馬書8章19節。點解我哋信徒仲要喺呢個世上受苦呢？講真，朋友，我哋而家正喺度等待緊，神正喺度進行緊佢拯救全人類嘅計劃，但仲未去到完成嘅階段。呢個就係點解而家會係咁樣嘅原因。罪所帶來嘅咒詛，唔單止臨到所有喺亞當裏面背叛神嘅人身上，仲臨到呢個有形有質嘅世界萬物度。因為受造之物伏喺虛空之下，唔係自己願意，係因為嗰位叫佢咁樣嘅。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嘅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嘅榮耀。我哋知道一切受造之物直到而家都係一齊嘆息勞苦。受造嘅萬物依然未被解放，全部都仲喺困苦勞煩之中。大自然正喺度唱緊佢嘅低調。嗰陣吹過山嶺上蒼松嘅風聲，或者係浪花拍打喺寂靜海邊嘅聲，其實都係發出緊嗰種相似嘅喊聲。野外不時傳嚟嗰啲驚恐嘅獸叫聲，劃破咗漫長嘅夜空。嗰啲聲好似喺度訴說緊萬千生命嘅死亡同腐朽，包括晒所有動植物。終有一日，我哋會得到醫治同恢復，但係嗰個時刻仲未嚟到，我哋仲喺度等緊。唔單止係咁，就算係我哋呢啲有聖靈作為初熟果子嘅人，心入面都係嘆息，等緊成為上帝嘅仔女，即係我哋身體得贖嘅嗰一日。羅馬書8章23節。當基督再嚟嘅時候，我哋都會脫離呢個軟弱冇力嘅舊身體，換上一個全新嘅軀體。不過喺呢件事發生之前，我哋好多時仲要喺呢個舊肉身入面勞苦嘆息，去等候身體得到完全嘅救贖。由而家直到榮耀嗰一日，神已經為屬他嘅人預備咗一切妥善嘅安排。
感謝神，我哋已經有聖靈同住，而且仲被賦予咗新嘅生命性情。神而家係要我哋為他而活。當你同我只係識得按自己嘅意思去行，一味堅持自己嗰套，只係靠肉體嘅慾望去嘗試活出基督徒嘅人生，結果會點呢？我哋竟然會即刻全面跌倒，做乜都搞到一鑊粥。就算你或者我靠住自己肉體嘅慾望去努力，甚至攞到人哋嘅讚賞，喺神眼中都係毫無益處。呢啲只係屬肉體嘅人生，唯有係聖靈喺我哋生命入面產生嘅作為，先至係神所接納嘅。而呢樣嘢，先至係我哋喺祈禱入面應該關注嘅事。我哋做任何嘢都唔應該係出於肉體嘅私慾，亦唔係為咗亞奉承、少女藏刀，或者係為咗炫耀宗教信仰嘅外表，而係要紮根於基督裏面，有深厚同堅穩嘅信心，從而帶領我哋去到完全信靠主嘅地步。唯有仰望佢，先至可以享受佢嘅恩典。當我哋願意俾聖靈充滿，管理我哋嘅人生，所有喺基督裏面得到嘅一切都係屬於我哋嘅，而且呢種豐盛嘅人生仲會陸續有嚟。歸根究底，神嘅救贖其實係一個愛情故事。我哋愛神，係因為佢先愛我哋，冇任何嘢可以令我哋同呢份愛隔絕。我哋由無罪定呢個故事開始，進入羅馬書第8章，去到無嘢可以令我哋同神嘅愛隔絕，作為呢個故事嘅結局。而呢個故事入面發生嘅情節，就係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羅馬書8章28節。講到呢度，朋友，你唔會揾到比呢個更好嘅嘢啦。多謝大家參與，歡迎你哋。如果主願意，將來我哋再一齊研讀神嘅話語，研讀整卷聖經，係為咗受教成為神嘅工人，合乎主用。